是 Melissa。上次来大稻埕是为了逛迪化街的年货大街，这次是来看摄影展的。摄影展的地点在一家相机店里，墙上贴满了照片，有人物，有动物，有风景，我们来好好欣赏一下吧。离开前别忘了在签名本上留言，给摄影师加油打气一下哦。充满复古气息的大稻埕，过去是繁荣的河港，这一路上有很多红砖老屋，现在大部分都改建成餐厅或商店了。午餐就选在这个宠物友善的餐厅吧，可以带家里的宠物一起来用餐哦。你看隔壁桌的小狗多可爱啊！吃完咸的，再去吃甜的。炎炎夏日最适合吃雪花冰了。在你的国家，哪里最古色古香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复习：大稻埕、逛街、迪化街、年货大街、摄影展、地点、相机、贴满、人物、动物、风景、欣赏、离开、别忘了、签名本、留言、摄影师、加油打气、充满、复古气息、过去、繁荣、河港、红砖老屋、改建成商店、宠物友善、宠物友善、用餐、隔壁桌、小狗、炎炎夏日、适合、雪花冰、古色古香。